说来也是，皇额娘若真不想见董小婉，这理由是不难找的。淑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本宫好不容易将董小婉逐出了宫，反倒让皇额娘训斥了一顿。本宫这心里真是窝火，皇额娘真是难伺候。娘娘，这话可千万说不得。娘娘怎么能对太后娘娘心存怨气？本宫是不该有怨气，皇额娘真心对本宫好。就是那董小婉一进宫，本宫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皇额娘，他们二人且歌且舞，你认为水准如何？要说这水准，自然是无人能及了。不过以额娘看，《长恨歌》本身也是写得极好，极有意思。后世君王当引为戒，引为训呐。皇额娘说的没错，不过儿子绝非唐玄宗，小婉她也绝非杨玉环。珠儿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皇额娘居然会去听董小婉唱曲儿，这是何意呀？我们的皇额娘啊，她的心思岂是一般人能猜得透的？不过她这一去可不妙啊。如今皇上夜夜出宫宠幸那个小贱人，皇上以后要常驻宫外了。姐姐，这种局面哪行啊？我们必须要把皇上从董小婉身边拉回来。妹妹，姐姐和你的想法一样，咱们还要惩治董小婉。你现在去皇后娘娘那里点火，让皇后娘娘带头，再去给那董小婉点颜色瞧瞧。董姐姐，果真妹妹。妹妹怎么出宫来了？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呢？妹妹不怕，妹妹怕姐姐寂寞，妹妹在宫里也闷，就想着来看看姐姐。姐姐真是服了你了。可可，主子，这是我的贴身侍女云儿，以后你们就以姐妹相称吧。姐姐，听皇上说，姐姐的歌舞技艺可是天下无双，妹妹可还没有见过姐姐跳舞唱歌呢。姐姐也听皇上说，妹妹的歌舞是好得不得了。姐姐，要说这跳舞唱歌呢，妹妹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在姐姐没有进宫之前呀，妹妹的歌舞也算这后宫里跳得最好的了。但是现在在姐姐的面前，妹妹就只有敬仰学习的份儿了。妹妹千万不要说什么敬仰学习之类的话。再说我们跳的舞是不一样的，妹妹跳的是满蒙舞蹈，姐姐跳的是汉人舞蹈。
这要说学习的话，我们只能说是互相学习。不，妹妹应该向姐姐学习。哎，姐姐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去跳舞、唱歌怎么样？静妃娘娘这提议真的好，姐姐，咱们就答应静妃娘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比划比划，切磋切磋。太好了，早就想看到姐姐一展舞姿了。妹妹，我们一起跳吧。姐姐先跳吧。好，那就我先跳。那跳什么好呢？姐姐跳得真好。妹妹，该你跳了。我也跳啊。好好跳。姐姐跳的真是好极了，姐姐也跳得好。那我们一起跳。太美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
姐姐，起来这里，不允许说话的吗？倘若不让说话，主妃。臣妾想为这一个耳光讨个说法。说法本宫自会给你。你是贵妃吗？这个耳光是为你方才同本宫说话顶嘴，也为昨日和以前你对本宫不敬。不过真正的原因是近2个月前就在那南苑，你设计陷害本宫，害得本宫差点被废。聪明大度的兰贵妃，你觉得本宫这个解释还满意吗？臣妾听明白了，非常满意。索尔娜，本宫今天设局让你来到这里，就是让你来发飙的。你就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本宫知道，有人做梦都盼着本宫被废，想报本宫的仇，实现自己的野心。可是他们忘了，本宫可是皇额娘的人，皇额娘是绝对不允许本宫被废的。那些个盼着本宫被废的人，也不用镜子照照，真是痴心妄想啊！董小婉，方才本宫对兰贵妃的惩罚，也算是给你报了仇吧。那次，他诱骗本宫口谕陷害本宫，也差点害你丢了小命。本宫为你深冤雪恨，你是否应该感激本宫呢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小婉并不想看到大家冤冤相报，你争我斗。你有点不识抬举啊。不过你是汉人，本宫是不会怪你的。本宫只希望方才的情形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，明白这满人该有的规矩。小婉对皇后娘娘的谆谆教诲，会终生记住的。那便好。董小婉，如今本宫跟你说正题吧。你现在出宫住在宫外，却还是如此不安分，不但勾引的皇上天天往这里跑，就连皇额娘也被皇上一再劝说到你这里来听劝。今天本宫过来，就是想要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狐媚，竟能如此勾引皇上。皇后娘娘，小婉并不是你说的什么狐媚女子，小婉也没有勾引皇上，皇上来小婉这儿是皇上自己愿意。小婉区区一小女子，怎能决定圣意？还望娘娘不要污蔑小婉。你竟然敢说本宫污蔑你，在众人面前质疑本宫，你真是个贱人。实话告诉你，本宫今天带众妃来此，就是来教训你这个小贱人，你说你是不是贱人？董姐姐，董姐姐千万不要害怕。若是有人动你，皇上知道了，绝对不会轻饶的。妹妹放心，姐姐问心无愧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果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竟敢鼓动这个汉女与本宫对抗。上次你拒绝签名，已经犯了大过，今日又鼓动她对抗本宫。如今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与董小婉不是好姐妹吗？本宫要你亲手杖责这个贱人，若办不了此事，本宫便要好好的赏你20大棍，打残了你这双喜欢跳舞的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绝不会杖责董姐姐的。臣妾觉得，董姐姐并非皇后口中所说，董姐姐是个善良的人。果真你好大胆子，竟敢教训本宫！你若不打董小婉，本宫先打断你的腿，再打断她的腿，看你还怎么放肆！皇后娘娘，你要是敢打董姐姐的话，等皇上回来会替董姐姐做主的。哼，果真，你是在威胁本宫吗？还是你想告诉本宫，皇上会为你们做主的？你个小贱人，你以为本宫打了你们2个皇上宠爱的女人，皇上会再度停了本宫的中宫监表，甚至废了本宫的后位？哼！本宫还想告诉那些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，皇上刚刚恢复本宫的中宫监表，至少在1年内，皇上不可再听本宫监表的。本宫再告诉你们，若是皇上有废后的心思，皇额娘那里也是万万不许的。本宫是为皇额娘办事，为皇额娘分忧，所以本宫大可动用中宫监表。哼！谁若敢与本宫作对，本宫先拿他开刀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突然想起3阿哥今天……德妃，又怕见血，又想中途退出了？德妃，你最好给本宫乖乖的坐下，别以为仗着你有3阿哥，本宫就不敢教训你。今儿你若敢走，本宫便拿你开刀。果真，跪下！本宫再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亲手打董小婉？果真不会打的。果真不可违了皇上的心意。好啊，如今你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本宫记着你还欠本宫2记耳光，现在本宫就赏给你。皇后娘娘，静妃娘娘是小婉的客人，您不能打她。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说静妃是他的客人，本宫不能打她。简直是要笑死本宫了。皇后娘娘，这汉女已经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了。董小婉啊，董小婉，你可真没拿自己当外人呢。本宫现在就要让你好好看清楚，本宫是怎么打残她这双爱跳舞的腿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小贱人跟本宫拖出去，狠狠地打他20大棍，不准打死，但一定要打残。本宫不想再看他跳舞，不能狐媚皇上。拖出去！你们不能打她！姐姐，董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你们放手，放手！妹妹，董姐姐，你们不能打她！
本宫狠狠的打！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冬姐姐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不可因为我而获罪。不要打他，妹妹，妹妹，果真妹妹，冬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要管我！皇后娘娘，停！小婉是个贱人。刘公公，奴才在。你可听清董小婉说什么了吧？奴才听清了。诸位妹妹，回宫吧。皇后娘娘摆驾回宫。今日之事，谁要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我真的，冬姐姐，我真妹妹。索尔纳今日毒打果真，羞辱董小婉，是太后娘娘指使的。董小婉，你真不该进入这深宫啊！此事万万不可让皇上知道，否则皇上和太后娘娘又要起冲突了。皇上，时辰不早了。这些是吴三桂呈交上来的云贵两地军情和政务奏章，朕要看完再歇息。朕要看看这个吴三桂，他报上来的情况，跟朕得到的密报是否一致。皇上已经看了许多了，下午又听了吴三桂的面禀，皇上觉得这个吴三桂是否有问题？目前看来，朕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属实的，并没有发现任何隐瞒朝廷的现象。万岁爷，江南总督鄂硕800里加急密折送到。皇上，什么事啊？密折上说，吴三桂在江南的时候，与天地会贼首陈近南有过密谈。刘光彩，备驾，朕要去慈宁宫。这，对了，马上传洪承畴进宫，朕要见他。这。启奏皇上，臣对平西王深夜外出有所疑惑，但又不能查实他究竟外出何为。翌日，臣在其所去之处抓到一天地会毛贼，并对其连夜审讯。招不招？
我上，就是这儿，搜，快！仔细搜查，抓！大人，大人，那个人撞死了。洪承畴，你对这件事有何看法？回太后娘娘，这件事情实在太大，臣一时之间还没有注意啊。洪师傅，在您来之前，朕与皇额娘已经议了此事。首先，鄂朔亲王这份密奏，到底有几分可信？再说，吴三桂怎么会跟天地会有勾结呢？若真有勾结，那岂不是真要反我大清？回皇上，臣以为江南总督的这份密奏是可信的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怎么敢密奏给皇上？这份密奏里说，总督府有人在头一天的晚上，看见吴三桂深夜领着20个亲兵神秘外出，但在第二日清晨，鄂朔将军送别吴三桂的时候，吴三桂的话语当中有表明，在头天晚上根本没有外出，这就说明吴三桂外出的目的一定是难以启齿见人。这些情况，臣也都认为是真实的。哎呀，那这件事情，朕可就真闹不明白了。今儿朕与吴三桂好好的谈了一个下午，晚上朕又仔仔细细的看了吴三桂的奏折。皇额娘，朕真的没有看出吴三桂他有谋反之意。莫非吴三桂真是老奸巨猾？他是在欺骗朕。皇上，如果吴三桂真的有意欺瞒皇上，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有蓄意谋反之心。但是依臣所见，仅凭江南总督的这份密奏，还不足以下这样的定论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哈，给你们家简亲王送信的，告诉你们家王爷，这信上有重要内容。阿玛，明天我们在议政会议上当面质问吴三桂，只要他承认了与陈近南见过面，我们就将他抓起来问罪。阿玛是在想，这件事是否要禀报皇上跟太后呢？不可报，阿玛。皇上对儿子成见颇深，本来在剪除三藩的问题上，儿子跟皇上就发生过冲突。现如今，我们只能拿事情的真相说话，让皇上承认自己错了。只要吴三桂在明天的议政会议上说不出个缘由，我们便把他抓起来，迫使皇上下旨清除三藩。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对吴三桂不可以表露出任何怀疑，以免造成冤案。如果在吴三桂身上发生了冤案，那可不得了。洪承畴，你有何要说？回太后娘娘，吴三桂手上的20几万子弟兵，只听他一人号令。如果吴三桂蒙冤，这20几万大军定会哗变闹事啊！皇娘，我们在谈的是吴三桂是否被冤枉。如果他不被冤枉，他真有谋反之心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，当然得杀无赦。同时，朝廷得准备作战，消灭反叛军队。王爷，您是说
陈近南他可能设了反间计，想让朝廷来遗弃王爷。不怕意外，就怕万一呀。哎，国主，万一出现什么不测，你带一批人冲出去，回云南报信。王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一些最好的马匹和最好的精兵，他们休想追得上。假如朝廷来解除武装，你们千万不能抵抗。本王可不想背上一个反叛的罪名。王爷放心，如有意外，绝不抵抗。假如真有什么不幸发生，本王的命可就在你们身上了。不过，只要云南20万大军得到信报，朝廷便不会轻易对我下手。平西王吴三桂向各位议政会议的王爷大人禀报：平西王吴三桂于数月前率麾下10万大军，在云缅交界处大战前明余孽朱由榔8万残部，我部大捷，斩敌首级56729人，俘敌16873人。各位王爷大人，这就是云南的政务和军务。本官汇报完了。本王想先请教平西王一事。见亲王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赐问，本官当知无不言。好，本王想知道，你在离开江宁城的前一天晚上，是否与天地会的贼首陈近南见过面？你们见了面，又谈了些什么？什么？平西王在江南与贼首陈近南见面密谈，这还了得吗？哎，简亲王，你从何处得来的消息啊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本王是从江南得来的密报。本王有几个家丁，在江南总督府任差。吴三桂，本王等着你回话呢。你与陈近南是否见过面？吴三桂，这里是议政会议，如果你敢有不实之词，那就是欺骗朝廷之罪。娘的，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这是议政会议，有问必答。既然简亲王得到了密报，那皇上也应该得到了密报了。各位王爷大人，本官在江南之时，确实与陈近南见过面，可是那是另有隐情，容本官向各位大人解释。吴三桂，你竟敢跟贼首陈近南见面，你可知你犯的是什么罪？死罪！来啊！在。各位大人，如果不问缘由，先将平西王捉拿，实属不妥。下官认为，先禀报皇上为宜。退下！哎，你，洪大人，这是议政会议，有权先抓人，再禀报皇上。来啊，把吴三桂抓起来！在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容我解释啊！各位王爷大人，容我解释啊！王爷，王爷，放肆！这里是皇宫，不可妄动，退下。就走。你们不是在听吴三桂禀报云贵两地军政之事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完了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刚刚得知，吴三桂在江南之时，曾与贼首陈近南见面密谈，这可是逆天的大罪。臣等已将其拿下，送进了刑部大牢。
皇上，这件事，简亲王是立了大功的，是简亲王得到讯息，臣等特来禀报皇上，令皇上旨意。您把吴三桂给抓了？啊？都抓了，还要朕什么旨意啊？皇上，臣曾经竭力阻拦，但是阻拦不住啊。皇上，吴三桂私通反清复明的陈近南，这可是死罪啊！臣恳请皇上下旨，杀了吴三桂。鳌拜，你就知道杀！吴三桂统领着20几万大军，又是平西王，岂能说杀就杀？皇上不可以如此软弱。吴三桂谋反的证据已经大白天下，皇上应该想如何剪除三藩。为何竟然害怕吴三桂的20几万人马？朕不怕，朕什么都不怕。季度，朕有一事不明，你知道消息后为什么不来告诉朕、禀报朕，而是先抓后奏，让这件事情弄得如此之尴尬？季都，皇上，吴三桂跟陈近南见面的事，可有人奏报皇上？当然，有人奏报于朕，只是朕觉得很奇怪，朕也是昨天夜里才得到江南总督鄂硕的密奏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回禀皇上，臣有几个家丁在江南总督府任职，消息是他们传回来的。哼！吴三桂被抓了，妙，真是太妙了！总督主的反间计成功了。宋川，你说，清廷下一步他要做什么？他们最怕什么？他们最怕吴三桂的人回云南报信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属下明白，属下立即去办此事。好，去吧。鄂硕的密折只奏报了他2人密会，还不能断定他就是蓄意谋反。朕本来想暗查此事，现在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明审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吴三桂被抓的消息绝不能传到云南去。这京城郊外还驻扎着吴三桂的1000亲兵呢。鳌拜，臣在。朕现在令你立刻率5000精兵到城外吴三桂的亲兵驻地，将他们的武器全部缴纳，严加看守。皇上，如果吴三桂的亲兵反抗，那臣该如何处置？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诛杀。鳌拜，朕再给你一道口谕。皇上，朕要他们放下武器，告诉他们，平西王吴三桂之事还在审查之中，他的罪名尚未坐实。如果他们干预朝廷的军队反抗，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帮吴三桂坐实了谋反之罪。臣领旨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另外，洪承畴与吴三桂的部将较熟，这样吧，洪承畴同鳌拜一道前往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送信的，平西王被朝廷抓获，即将斩首。撤！胡将军，外面有人送信，说王爷被抓了。什么信？去，马上把各营镖头都给我叫来。是。夫人，你们是谁啊？这里是平西王的宅院，怎么能随便的闯进来？我们是简亲王季度派来的。季度？他想干什么？
平亲王勾结陈近南，蓄意谋反，请夫人前往议政会议接受审讯。夫人，请吧。